今個旅程我哋會飛小松，玩6日5夜去日本嘅北陸地區。呢個地方我哋都係第一次嚟咋。我所講嘅北陸地區係包括小松市、金澤、高岡、兵庫、能登等等地方。今次我哋都係選擇自駕遊，而第一日我哋會留喺金澤。小松去金澤唔使1個鐘頭，好快就到㗎喇。揸車嚟到金澤市都差唔多下晝5點啦。由於今日有祭典嘅關係，所以揾位泊車都有啲難度。金澤8萬石祭係會為期3日㗎，每年嘅初夏都有一個最大規模嘅祭典，而祭典係為咗紀念前田利家公為咗後世金澤嘅繁榮奠定咗紮實嘅基礎。8萬石呢個字其實係日本戰國至到江戶時代所用嘅詞彙嚟㗎。呢個字係用嚟衡量諸侯領地經濟嘅能力同埋社會地位嘅計算單位。對於以前嘅時代，諗下100萬究竟係一個幾大嘅數字呢？睇完個祭典，沿路就行埋去金澤城。金澤城曾經係加賀播前田家族以前所居住嘅地方，佢係同好出名嘅兼六園黐埋一齊㗎，而家就已經改建成為歷史公園啦。喺金澤城入邊，記得要留意埋綾廬同埋50間長屋等等呢啲標誌性嘅木造建築。呢啲建築物全部都係用一啲傳統嘅木造工法，冇用過任何一口釘去起㗎。而今日因為有祭典嘅關係，呢度就會有 show 睇，所以就見到咁多人坐喺度啦。經過金澤城嘅通道，好快就已經去到兼六園嘅門口啦。兼六園係日本3大名園之一，兼備6大元素：廣闊、寧靜、人工、古老、流水同埋壯麗景色。今晚喺兼六園入邊會有個湖上之響嘅表演，係由知名傳統音樂家藤社真一擔任演出。佢會坐喺架船上面吹奏橫笛。現場環境睇嘅時候，其實都幾有意境㗎。不過佢咁樣打燈法，其實都有少少恐怖。提提你哋，平時呢啲園區係需要入場收費㗎，不過呢幾日就免費開放。參加完祭典，又睇完表演，梗係去伊土啦。路邊攤檔全部都人來人往，排滿人龍，條街都幾長㗎。我諗我哋都行咗有半個鐘至9個字。佢哋賣嘅都係當地小食，例如有章魚燒啦、串燒啊、刨冰等等嘅。買好晒嘢食，亦都唔想企喺條街度食嘅話，可以去公園草地嗰度慢慢食，但係啲垃圾記得要自己帶走啊。第2日嘅上晝時間，我哋仍然都係會留喺金澤市。朝早我哋就會去近江市場食海鮮早餐，然後去東茶屋街行下條古街，之後再揸車上去蒸餾所睇下間酒廠，再去三井Outlet shopping。最尾我哋會喺高岡市落腳瞓返一晚㗎。唔做資料搜集都唔知道，原來近江町市場已經有300年嘅歷史，喺江戶時代起係金澤最大嘅街市嚟㗎啦。而家大約有170間鋪頭咁多，啲鋪頭逢星期3同埋星期日多數都會休息㗎，記得唔好摸門釘啦。唔講咁多，快啲去食嘢先。嚟到金澤記得一定要食梅氣蝦，佢個味道非常之濃郁，仲要好甜添啊！因為佢個外表呢係呈現茶色帶少少灰色嘅，有啲似以前嘅煤氣顏色，所以佢就叫做梅氣蝦啦。而梅氣蝦佢好難保鮮㗎，所以只有產地先至可以食到，其他地方譬如東京、大阪你都唔會食得到㗎。而另一種喺金澤好出名嘅魚就係喉黑魚啦，因為佢個喉嚨係黑色㗎，所以就叫做呢個名啦。佢係一種好高級嘅深海白身魚，油脂好豐富，肉質亦都好細嫩鮮甜。
如果鍾意食生蠔嘅，記得要食埋岩蠔先好走啊！岩蠔係喺夏天最肥美嘅，肉質比較飽滿，口感亦都好彈牙，蠔肉亦都好甜㗎。想食蟹嘅朋友仔可以試下毛蟹，佢幫你拆晒肉，而且仲有好多膏添啊！由近江丁市場揸車過嚟東茶屋街，大約15分鐘。東茶屋街保留咗完好嘅江戶時代傳統藝伎區，喺呢個地方可以見到以前嘅木造建築同埋一啲紅色嘅格仔窗，非常之有特色㗎。喺日本嘅文化之中呢，藝伎係專招待貴族同埋富商，佢哋以演奏日本傳統嘅樂器同埋舞蹈為主，而呢啲娛樂場所就叫做茶屋啦。而喺呢條街有某部分嘅茶屋已經改建成為一啲鋪頭，專賣一啲當地出產嘅產品。咁除咗有嘢買之外，當然仲有其他餐廳啦。金箔之前就食過啦，今次就順便試埋銀箔。如果你問我金箔同銀箔係咩味，咁梗係錢嘅味道啦。食飯時間，除咗嘆和牛 burger 之外，仲試埋金澤名物細壽司。喺日文入邊，個細字係代表竹葉，而竹葉有天然殺菌同埋防腐作用，同埋方便攜帶添㗎。離開咗金澤市，去到荔波市，呢度有間酒廠叫做三郎院蒸餾所。三郎院蒸餾所係北陸地區唯一嘅威士忌蒸餾所，隸屬富山縣嘅若鶴酒造。相信你哋對若鶴呢個名一啲都唔陌生，佢係以極具代表性嘅重泥煤風味同埋創新嘅精囊鑄造蒸餾器而聞名㗎。對於造酒過程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預約參加佢哋嘅 tour。事關我哋之前已經去過幾次酒廠嘅 tour 啦，所以今次我哋就唔參加啦。嚟到酒廠點會唔試飲啊？呢間酒廠呢就好得意嘅。首先你要有一隻屬於你自己嘅杯，所以呢度可以以扭蛋形式咁樣扭出嚟，跟住就可以試飲啦。下一站嚟到三井歐力，呢個歐力唔算好大，只有2層。而咁啱今日又俾我哋遇正有個超和嘅展覽仔，入邊有好多以前唔同嘅擺設，充滿懷舊復古味道，可以俾我哋了解下以前嘅生活係點樣樣。高岡市係哆啦 A 夢作者嘅故鄉，我哋終於嚟到啦。不過依家咁夜，我哋聽日先至去揾哆啦 A 夢。而家快啲揾啲嘢去食先。估唔到依間串燒店嘅串燒都幾好食喎，炭火味十足，醃得又夠味。本身以為連鎖店會服啦，點知遇到好嘢，大家認住佢啦。下一集會同大家去揾哆啦 A 夢，去宇晴海岸睇風景，行埋冰見市，上埋去能登，仲有其他人氣地方。當然我哋有回頭路，所以會返金澤市同埋去返小松市。plan 緊日本北陸行程嘅你，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嘅介紹。睇完片你先知道個景點值唔值得去。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下條片再介紹俾你哋聽啦。